各位同學早晨啊，我係劉啟東主任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圖書咧，就係呢一本啦。嗱，咁我相信大家咧都有睇過三隻小豬嘅故事㗎。但係當大家睇三隻小豬嘅故事嘅時候，主角係邊一個啊？三隻小豬就係講三隻小豬咧，佢點樣對抗嗰隻大灰狼。咁啊，大灰狼咧彷彿就好似個壞人咁。但係今日咧，劉主任同你介紹嘅呢一本書咧，就叫做《今天嘅運氣怎麼這樣好》。而呢一本圖書嘅故事裏邊咧，其實都係會有小豬。而最重要係呢一本圖書咧，係用大灰狼去做一個主角嘅噃。咁可能你會問，同以前我哋睇嘅三隻小豬嘅故事有咩分別呢？但係大家其實有冇諗過，其實大灰狼同我哋一樣，其實都係要透過進食去維持佢嘅生命呢？調翻轉咁諗，如果大灰狼佢揾唔到一啲食物嘅時候，佢又會點呢？冇錯啦，其實大灰狼同我哋人一樣，其實都係要透過進食，特別係肉類啦，去維持佢嘅生命嘅。呢一本圖書《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》呢，其實就係用大灰狼作為一個主角去睇呢一個世界。其中一個故事呢，就係講到好肚餓嘅大灰狼，佢行到入森林嘅時候呢，佢見到好多隻喺度瞓緊覺嘅小豬啊！咁大灰狼就會心諗：哇！今天嘅運氣點解咁好嘅呢？我可以揾到咁多美味嘅小豬去食呢？咁希望透過呢一本圖書呢，去讓大家去認識到，其實大灰狼都唔完全係一個奸角嚟嘅。而最重要，劉主任向你介紹呢一本書呢，係希望同學能夠進行換位思考。換位思考，如果我哋成日仲企喺小豬嘅角度呢，就成日都覺得大灰狼係一個壞蛋，因為大灰狼會食我哋，危及我哋嘅生命。但係又調翻轉咁諗，如果我哋喺大灰狼嘅角度出發，咁其實大灰狼同樣作為生物，其實佢都係要透過進食去維持佢嘅生命。其實喺我哋與人相處、與同學相處嘅時候都係一樣嘅。好多時候我哋人與人發生衝突，就係往往我哋冇透過換位思考。而換位思考咧，其實就係話我哋嘗試要喺對方嗰個角度去出發去睇呢件事。所以今日咧，劉主任介紹呢一本圖書咧，係希望大家雖然可以透過睇圖書啦，可以睇裏邊嘅故事啦，而最重要係學識換位思考去理解別人嘅需要。咁劉主任相信咧，大家學識咗換位思考，咁多啲喺人哋嘅角度出發去睇事情，咁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咧就更加無往而不利啦。希望到時你喺圖書館會借呢本書啦。拜拜。